在約翰福音7:38按樣講到，耶穌講係咪人相信我，像呢個經書講樣，從呢個心中嘅內中裏頭流出要生嘅水出嚟。咁嘛嘅意思呢？生嘅水呢？意思聖靈落喺個心中度。嗱，約翰福音7:39有人講到。這個意思啊，就係聖靈是個接嘅，每人相信耶穌基督，聖靈落喺個心中，因為是個接受耶穌嘅祝福，是個獻帶是個，佢個心中度裏要歡喜快樂噴人出，要喜樂噴人出，要一個平安嘅心噴人出，因為聖靈是個同在在心中度裏，係聖靈嘅同在。是個社會裏喺度，是個唔是強，是個要聖靈獻帶，要佢同在，但是個係聖靈，大家係開心快樂嘅路。這樣人，耶穌講係每人相信其實一個心中裏得到噴人出嘅水，就係快樂嘅水、平安嘅水、喜樂嘅水，要心中度裏噴人出，因為到聖靈要在心中裏的大家同在。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